講起香港娛樂圈，近呢20年，有邊個唔識向太、陳嵐，又有邊個唔識星爺周星馳？一個係曾經叱咤風雲、執掌半個香港電影圈嘅中國星老闆娘，一個係開創無厘頭喜劇，幾代人心中封神嘅喜劇之王。但係大家有冇發現一個好詭異嘅現象？呢幾年風水輪流轉，我哋先睇下向家。曾經向華強夫婦喺香港電影圈真係可以講係呼風喚雨，手上揸住幾間影視公司，拍片、發行、明星關係，佢哋一出手，地都要震三震。嗰個年代，你想喺圈內混飯食，你同向生向太熟唔熟，真係可以決定你係咪有得撈。香港娛樂圈就好似佢哋嘅後花園。但係近呢幾年，大家見到嘅畫面係點樣嘅？有次向佐上內地綜藝，俾人問成日喺內地發展，唔多啲返香港，佢半笑半認真咁講咗句：返唔到香港，香港又唔係我屋企。台下觀眾哈哈大笑，但係識睇嘅人都聽得出呢種笑聲背後其實係一種講唔出嘅尷尬。曾幾何時，大家覺得香港就係向家嘅地盤，而家連佢哋自己都要撇清關係。同一時間，我哋嘅向太陳嵐，佢嘅出場方式都悄悄地變咗樣。以前嘅向太係乜嘢形象？係紅地毯、電影首映禮、豪門婚宴上嘅絕對女主人，出入勞斯萊斯，身邊圍住嘅係劉德華、李連杰、鞏俐呢啲 level 嘅巨星。佢一出場，自帶大嫂光環，氣場2.8米。而家呢，更多人見到佢係喺手機個細細嘅熒幕入面，喺燈光打到慘白嘅直播間，佢頻頻同一啲我哋連名都叫唔出嘅網紅合體，開 live 帶貨，買珠寶、買床墊、買零食，口號講到好好聽，我唔想再俾錢牽制生活啦，我要靠自己搵返嚟。哇，外面啲傳媒就寫得直接啲啦，話向家呢幾年生意壓力唔細，樓要供，公司要頂，直播帶貨變咗佢哋開拓現金流嘅新工具。表面上係玩轉新潮流，其實大家心知肚明，就算係豪門都要計數，向太都要為5斗米折腰。所以我哋會見到一個好強烈嘅反差畫面，一邊佢開住名車，戴滿名表鑽戒，喺鏡頭前笑住同你講買啦買啦，太抵啦。而另一邊佢又隔3千5喺訪問喺直播入面拎返嗰啲10幾20年前同周星馳嘅恩恩怨怨出嚟講，送5宗罪，爆料，借錢唔還，偷紅酒，講到咬牙切齒，七竅生煙。對好多人嚟講，呢啲可能係真情實感，幾十年嘅恩怨未必一陣間就放得低。但係喺今日呢個流量至上嘅年代，亦都好難令人唔去懷疑，向太每一次踩周星馳3隻字，其實係咪一次極高性價比嘅流量操作？講得難聽啲，周星馳係咪已經變成咗向太直播間接受訪問時嘅一張萬用抽獎卡？只要拎出嚟抽2句，版面同話題自然就嚟。咁要真真正正搞清楚，向太會對周星馳咁咬住唔放。幾十年過去，一提起佢，啲火仲未熄。我哋始終都要由一個畫面講起，一個令向家顏面掃地嘅畫面。時間拉返去2002年4月21號，香港第21屆金像獎頒獎典禮。嗰晚紅地毯一早就鋪好，成個文化中心外面都係傳媒同粉絲。其實好多行內人心裏面都一早知，呢一年嘅舞台基本上就係為咗一套戲而存在。少林足球提名名單一出，14項入圍，幾乎將所有重要獎項數晒。全香港都喺度討論周星馳會唔會終於攞到佢人生第1個影帝。結果毫無懸念，嗰晚周星馳靠住一套少林足球橫掃14項提名，最後捧走7個大獎，包括最佳電影、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成頒獎禮就好似變成咗少林足球感謝祭。呢個係佢人生第1次，亦都係唯一一次攞影帝。台下唔少資深前輩，一方面捧場拍手，一方面心入面都清楚，嗰個拎獎上台嘅已經唔單止係一個演員，而係一個習慣咗親自掌控一切嘅電影皇帝。但係全晚最爆嘅時刻，
唔係周星馳攞獎，而係頒最佳電影嗰陣，出品人環宇老闆林小明嘅太太趙雪英上台領獎。按照規矩，出品人、導演、主創一齊上台，大家笑笑口，講幾句客套說話，多謝 CCTV， 多謝 TVB， 跟住就落台。但係嗰晚唔同，趙雪英一攞起個咪，讀感謝詞鬥到一半，突然之間聲音哽咽，幾乎失聲。佢含住淚講：所有人都以為我哋傻咗，但係事實證明我哋做對咗。台下先係一陣安靜，跟住爆出掌聲。有啲人係真心感動，但有啲人就聽得出呢句說話背後暗藏玄機。喺直播鏡頭前面，普通觀眾可能只會覺得呢係一個投資人太太為咗一套曾經唔被睇好嘅電影，終於吐氣揚眉而感觸良多。但係喺場內，所有行內人一聽就知呢句說話其實係有對象、有指向、有火氣嘅。所有人，邊個係所有人？邊個當面話佢哋傻咗？主持人曾志偉一見到情況唔妥，即刻笑笑口咁走埋去，一手搶過個咪，打斷佢講嘢，強行扯開話題。哎呀，我哋再一次恭喜少林足球劇組。表面上曾志偉係幫佢圓場，實際上佢緊張到背脊都出晒汗，因為向華強同向太就坐喺台下面，只係隔咗幾行。林小明太太會咁激動，曾志偉會咁緊張，全場會有一種又尷尬又興奮又緊張嘅氣氛。呢度面藏住一個圈中人心照不宣嘅秘密，而呢個秘密就係周星馳同向家恩怨嘅真正核心。我哋將時間再推前，返到1993年嗰陣時，周星馳開始申請移民加拿大。90年代，香港人移民就好似今日我哋買樓咁普通。97臨近，好多人都想穩定後路。美國、加拿大都推出傑出人才移民計劃，對影視明星、專業人士特別開綠燈。以周星馳嗰時嘅地位，幾乎年年票房冠軍，星爺呢個名亞洲都識。呢啲 case 正常嚟講應該係 easy job， 但係佢第一次申請就出事。1993年底，佢收到佢簽信，理由唔係話你資產唔夠、學歷唔夠、名氣唔夠，而係一句好得人驚嘅說話：加拿大移民局相信周星馳係香港黑幫成員。哇！對一個喺熒光幕前扮傻扮鬼馬、出晒名搞笑嘅喜劇演員嚟講，呢個指控簡直係天方夜譚。周星馳冇當佢係笑話，佢即刻請律師準備打官司。1994年，律師團揾到移民局嘅程序失誤，佢哋冇俾周星馳一個正式書面機會去為自己辯解，於是加拿大法院判移民局要重審呢單申請。移民局話好，重審就重審，但係一審就審咗2年。呢2年，周星馳喺香港繼續拍戲、攞獎、爆紅，但係佢心裏面其實一直等緊海外嗰邊嘅消息。1996年3月5號，一個資深移民官叫佢去面談。嗰日，周星馳一個人坐喺移民官對面，對方打開檔袋，拎出一疊字，慢慢咁講：我手上有一封舉報信，話你參與黑幫。呢句說話對周星馳嚟講，應該好似第2次被雷劈。佢問：舉報啲咩？係邊個寫？有冇查證？對方只係淡淡然話會根據手上嘅資料作出決定。3個星期之後，3月26號，第2封佢簽信寄到嚟，理由同上次一模一樣，相信佢係犯罪組織成員，有黑道背景。1997年，周星馳第3次告移民局，今次佢唔單止係為咗自己移民，而係要求公開嗰封舉報信。佢至少要知道究竟係邊個喺背後花心機寫咗200幾頁嘢去告御狀，入面到底講咗啲乜？移民局拒絕，佢哋話呢啲材料屬於國家機密，公開會損害國家利益。法院亦都支持移民局嘅做法，認為可以保密。當時傳聞滿天飛，話嗰封舉報信足足有200幾頁，圖文並茂，詳細記錄周星馳同黑社會嘅關係，佢出入過邊啲夜總會，同邊啲大佬飲過酒，拍過邊啲片，有冇參與洗錢。有啲傳得更離譜，
畫入面甚至有周星馳當年入會寫嘅紅字。呢啲細節真定假，外人永遠冇辦法證實。可以證實嘅係2000年周星馳最後一次上訴到加拿大聯邦法院。2001年8月，法院最終駁回上訴。聯邦最高法院嘅檔入面白字黑字寫得好清楚，有4份同周星馳、香港三合會有關嘅秘密情報檔，加埋200幾頁，終於判定周星馳係黑社會犯罪組織嘅成員。周星馳問咗3個問題：第一，唔俾我移民，證據可唔可以公開？第二，證據係邊個提供嘅？第三，呢啲指控有冇經過核實？法院全部拒絕回答，只係重複嗰句：呢啲係國家機密，唔可以公開。大家試諗下，對一個從來冇喺熒幕之外自稱江湖中人嘅演員嚟講，呢種指控唔止係打擊，仲係一種極致嘅羞辱。你好似俾人貼咗一個標籤，但你連拆開個標籤睇下上面寫乜嘢嘅權利都冇。咁問題嚟啦，嗰封神秘嘅200幾頁嘅舉報信究竟係邊個寫嘅？呢個問題喺娛樂圈流傳咗成20幾年，冇人敢肯定答你。但係絕大多數人嘅直覺都指向一個方向，向華強。因為周星馳同向家永成電影公司合作嘅時間由1991年到1996年，正正就係呢5年。賭俠、逃學威龍系列、鹿鼎記、唐伯虎點秋香、九品芝麻官、國產007，全部都係永盛或者之後中國星出品。嗰幾年，周星馳將自己事業最黃金嘅時期全部壓晒喺向家身上。而向華強係邊個？我哋唔需要多介紹，佢嘅父親向前係國民黨軍統少將，亦係新義安嘅創始人之一。1953年因為涉嫌組織黑社會，被港英政府驅逐出境。之後，向家喺香港、喺台灣、喺東南亞、百度做電影、開夜總會，黑到有人脈。向家同新義安嘅關係喺香港係公開嘅秘密，大家心裏有數，只係唔會放喺台面講。就係因為咁，當有人問邊個有能力寫到200幾頁圖文並茂嘅黑材料，邊個會咁得閒花時間花心機去整理所有資料，仲有管道送去俾加拿大移民局？邊個同周星馳嘅關係喺1996年急轉直下？大家第一時間諗起嘅就係行內人，而且係有背景、有人手、有動機嘅行內人。當然，向太一直都堅決否認。2014年，佢接受訪問講起呢件事，激動到爆燈。佢話：如果向華強有黑道背景，香港政府一早就捉佢啦。我哋都成日去內地，內地最唔容許黑社會。佢仲話：向華強1997年可以做上市公司主席，終於證明佢同黑道無關。然後佢講咗句好經典嘅說話：電影圈好多人幫我哋拍嘢，佢哋100個移民去加拿大都成功，周星馳係個101個唔得嘅，咁係佢自己嘅問題咯。呢句話聽落好似好有道理，但係問題嘅吊詭之處就喺呢度，偏偏係周星馳唔得，就係喺佢同永盛合作嗰幾年，舉報信出現，法庭檔會寫住係同香港三合會有關嘅4份秘密情報，而香港三合會入面邊個勢力最大，大家心中都有一張地圖。講到呢度，你大概已經感覺到向家同星爺之間唔止係片酬咁簡單，唔止係合約咁簡單，係一種你走咗出我掌心，我就要你付出代價嘅巨大張力。1996年，周星馳同永盛嘅合約到期，呢個係恩怨嘅另一個爆發點。向太嘅版本係點樣嘅？佢話周星馳片酬由30萬升到1500萬，之後佢要求再加到1700萬，永盛請唔起，周星馳於是離開，成立咗自己嘅星輝海外有限公司。向太喺訪問入面反覆強調，我哋一路幫佢加片酬，從來冇壓榨佢。但係行內流傳嘅另一個版本係，當年永盛早期係用30萬一部嘅評價，
簽咗周星馳10部戲嘅長約。呢10部戲包括整蠱專家、上海灘賭城、鹿鼎記上下集、逃學威龍3部、唐伯虎點秋香、九品芝麻官、國產007。呢幾套戲為永成賺咗幾多錢？只計香港票房，保守估計都係10幾億港幣起跳。逃學威龍4314萬，審死官4988萬，唐伯虎點秋香4017萬，全部都係年度票房冠軍。周星馳一個人撐起咗永成嘅半邊天。咁喺呢個過程入面，佢攞返幾多？就算後期升到1500萬，對比佢為公司創造出嚟嘅價值，係咪成正比？呢個就係雙方永遠講唔清嘅位置。向太覺得我捧紅你，我幫你加薪，你唔可以忘恩負義。周星馳覺得冇我嘅才華，你哋賺唔到咁多錢，大家各取所需，我冇欠你哋嘢。但係錢都仲係其次，真正令佢哋決裂嘅係創作自由。永成俾唔俾佢創作自由？答案係唔俾，至少唔係周星馳想要嘅嗰種絕對自由。向太自己都講過，佢好中意喺現場指揮導演，隨時改內容，要全部人等佢，有時仲玩失蹤。我哋做片方要去遷就佢，我真係忍氣吞聲，有苦都唔可以對人講。喺向太眼中，周星馳係一個唔識規矩嘅演員。你係演員，你演好你嘅戲咪算咯。導演同製片人先係揸 fit 人，你要走去指揮導演。但係對周星馳嚟講，呢個唔係指揮，呢個係創作。佢唔係要證明自己好大牌，而係要控制自己嘅作品。1993年，唐伯虎點秋香，名義上導演係李力持，但係全香港都知，真正嘅執行導演係周星馳。導演唔敢同佢合作，因為佢會搶晒導演嘅位。劇本係佢改，鏡頭係佢諗，節奏係佢掌控。杜琪峰1993年同佢拍《審死官》，兩個人衝突到差啲反面。杜琪峰覺得周星馳唔受控制，多次擅自更改劇本，令自己覺得可有可無。拍完之後，杜琪峰嬲到發誓，1年內唔想再見到呢個人。曾志偉都講過，拍《逃學威龍》嗰陣，周星馳試過到咗片場，臨時決定唔開工，要求修改劇本。幾百人喺度等星爺一個人，導演、製片、燈光、場務，全部人日薪計算，一日唔開工，唔知燒咗幾多錢。喺片場，佢係一個怪才；喺投資人眼中，佢係一個麻煩友。你可以話佢唔講人情，亦都可以話佢視作品大過天。兩種價值觀注定會爆發。1996年，合約到期，周星馳離開。向太覺得你忘恩負義，冇我哋捧你，你點會紅？周星馳覺得我用我嘅才華幫你哋賺夠錢，大家兩不相欠。就係喺呢一年，佢第2次被加拿大拒簽。時序就係咁巧合，難免唔俾人聯想。周星馳離開永盛之後，立即遇到一個最大嘅困難，籌錢。佢想拍少林足球，拎住劇本走勻晒全香港嘅投資公司，冇人肯俾錢。有啲人明講，而家同你合作就係同某啲人作對；有啲人唔明講，只係笑笑口話，喺度諗諗先。結果就係一個手上攞住香港最強票房號召力嘅導演兼演員，企喺度問人借錢拍戲，竟然冇人敢答應。坊間傳聞係向華強放話，邊個俾錢周星馳就係同我作對。向太當然否認，人哋投資少林足球唔關我事。但係事實係，最後全香港只有一個傻仔肯出手，林小明。林小明係環宇娛樂老闆，同樣有江湖背景，但係佢唔怕向家。佢又係做片商，又係發行商，喺東南亞、內地、台灣都有自己嘅網絡。嗰陣時，佢見到周星馳，唔係淨係見到一個問題人物，佢仲見到一個可能將香港商業片推上另一個高度嘅創作人。兩個人傾咗好耐，最後林小明接受咗一份喺外人睇嚟好唔平等嘅合約，少林足球嘅所有版權歸周星馳，環宇出錢、出人、出資源，但係版權喺周星馳度，甚至連少林足球呢4個字都註冊喺周星馳名下。片頭片尾
唔俾任何位置列明環宇出品，只係一個低調嘅公司名。呢件事係邊個爆出嚟嘅？係王晶。王晶喺節目度講，佢話由嗰陣開始，周星馳成為片場暴君，因為佢唔再需要睇任何片商、老闆嘅面色，佢揾到一個無條件信佢嘅金主，願意俾佢控制一切。而家你明白林小明太太承受嘅壓力有幾大未？你睇返2002年嗰場頒獎禮，佢上台領最佳電影獎，講到一半差啲喊出嚟。佢話所有人都以為我哋傻咗，翻譯反出嚟就係當年所有人都唔睇好呢部戲，甚至有人唔單止唔睇好，仲出聲威脅佢哋，叫佢哋唔好投資。但事實證明，我哋做對咗。少林足球最後攞咗6073萬港幣票房，打破香港電影史票房紀錄，令環宇同周星馳喺票房上都贏到冇朋友。咁你明唔明？曾志偉要搶咪，因為向華強就坐喺台下。如果俾林小明太太再講落去，再講多兩句，例如當年邊個話我哋傻，邊個叫我哋唔好投資，全場就會自動對號入座，當眾打向華強嘅面。呢場恩怨從來都唔係片酬咁簡單，係權力，係控制，係你敢唔敢唔聽我話。時間快進到2014年，如果話之前嘅恩怨都仲係暗湧，咁2014年就係全面開戰。嗰年4月，網上出現一篇基文，叫做為什麼這麼多人黑周星馳，長達5萬字。呢篇文章圖文並茂，幫周星馳辯護，話佢其實好專業、好孤獨、好重情義。但係入面亦都唔小心提到咗一個關鍵信息，話向華強有黑道背景，話當年就係向華強舉報周星馳，話佢幫黑社會洗錢，導致佢移民失敗。呢篇文章一出，徹底引爆咗向太。2014年9月8號，向太接受東周刊專訪，怒訴周星馳5宗罪，下最後通牒。第一宗罪話周星馳係呢篇文章嘅幕後推手。向太話如果文章真係同你無關，你會咁緊張，會打電話嚟同我哋解釋。佢話周星馳請人打電話嚟道歉，但佢哋一個電話都唔接。佢認為如果唔係周星馳自己授意，邊個會寫到咁詳細？第二宗罪重提移民失敗，話係周星馳自己嘅問題。佢重新強調向華強冇黑道背景，仲拎出嗰個百人移民論，成個圈咁多人幫我哋拍戲，100個人移民加拿大都冇事，淨係佢出事。第三宗罪片酬爭議，向太詳細列出周星馳嘅片酬升級表：30萬、70萬、100萬、200萬，一直到1500萬，話自己一路幫佢加價，從來冇壓榨佢，暗示外面話佢被剝削，只係佢自編自導嘅可憐劇本。第四宗罪話佢當年要求張柏芝剃光頭拍少林足球，如果唔肯就要索償350萬，但只係俾咗5000蚊訂金。呢件嘢後尾被傳媒放大，報道成周星馳欺負張柏芝公案。第五宗罪話佢對女人冇情義，有羅慧娟、朱茵、杜于文鳳、向太逐一點名，話佢每一段關係都係渣男式收場。向太最後通牒，如果呢篇文章真係唔關佢事，就企出嚟澄清，限佢10日之內親自向媒體解釋清楚。呢個最後通牒一出，成個香港娛樂圈即刻上演排隊站隊嘅名場面。劉青雲支持向太，向生向太對我好好。任達華，向生係我心目中最好嘅老闆。杜琪峰，周星馳自私冇品。王晶，我早就講過，佢係偽君子。幾乎所有同向家合作過嘅影帝、大導演，全部企喺向家嗰邊。有啲係出聲，有啲係沉默，但喺嗰個時候，沉默本身已經係一種表態。10日過咗，周星馳冇出聲，佢只係叫助理出嚟講咗兩句，話同篇文無關，亦都唔想傷害任何人。向太更加嬲，助理講嘢可以唔算數嘅，繼續罵佢唔敢像個男人咁面對。向華強都親自出聲，希望佢企出嚟解釋下，好似男人一樣面對。嗰陣時撐周星馳嘅人得幾個？莫文蔚、張雨綺、
徐嬌、鄭佩佩，佢哋講嘅唔係周星馳人品有幾好，而係講一啲具體經歷，拍戲時點樣幫過自己，對工作有幾用心。鄭佩佩講得最中肯，星仔好正常，可能單親家庭長大，好多方面比較成熟，好保護自己。莫文蔚話星爺係一個將自己放到好高嘅人，好需要有人可以喺適當時間否定佢。呢啲說話既係理解，亦係惡諗提醒。周星馳唔出聲有兩個可能：第一，心虛；第二，睇唔起對方，唔屑回應。好多人揀第一個答案，因為咁樣好戲劇性，好似一套狗血劇入面嘅反派。但我傾向相信第二個，因為2年之後，周星馳用佢最熟悉嘅方式俾咗答案，唔係喺記者會，唔係喺微博，而係喺戲院票房。2016年春節檔，香港電影圈兩大勢力正面對合，一邊係周星馳嘅美人魚，另一邊係向家中國星同王晶合作嘅賭城風雲3。呢場對決意義重大。賭城風雲3有邊個？周潤發、劉德華、張學友、張家輝、劉嘉玲，幾乎係香港電影黃金時代嘅 All Star 全明星陣容。美人魚有邊個？鄧超當時喺香港未算好紅，同一個完全唔識嘅新人林敏。喺上映之前，向太不斷喺社交媒體造勢，瘋狂踩周星馳，爆料佢借錢唔還，偷8支紅酒。你睇落好似係要將佢釘喺恥辱柱上示眾，成個行內都等住睇周星馳撲街。但係佢哋忽略咗一樣嘢，時代已經變咗。對大部分觀眾嚟講，佢哋理得你5宗罪定8宗罪，佢哋只係記得一句：喂，有周星馳3個字，要買票入場啊！因為佢一早已經跳咗出去。記得訂閱、點讚、轉發，我哋下期再見，拜拜。